好像就是。谁呀？我是来租房子的。长得好帅，你租房子吗？对呀。进来看房，带你看房，来吧。怎么样？看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不是，我就住这里吗？现在有点乱，我明天给你收拾一下，你搬过来。行吧。那我等你搬过来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没事，你先走吧，我等会儿就给你收拾。好。我要不要藏起来呀，房东？哦，没事，我看看是谁，先不藏了吧。啊，行吧。谁呀？哦，老公你。公司没事，有事我不去了。啊，哥们啊，你谁啊？我是来交房租的。啊，他是交房租的。哦，对，他今天来交房租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老公，那个，反正他也不会回来，我肚子有点饿，我们去吃点东西。好，那走，咱吃饭去吧，走。我们去吃点东西。对，走。菜还没上齐，要不我们喝点酒吧？好啊。我感觉我头有点晕，我好像喝多了。啊，那走吧。坐点，我们赶紧上去吧。好。我扶着你一下，房东。等一下，按下电梯。我要摔倒。进。等一下啊。到了，房东，扶着你点。慢点。走。到了，房东。快进去，我头真的好晕，我想休息，躺着。好，你别动，我开门。快走。我买完回来了，房东还在睡觉吧？啊，房东，你怎么醒了？我有点渴了。啊，那我给你拿水，这有水，你喝呀。你快上来坐吧。好啊。我头有点晕，我先睡了。好，那我关灯。关了。好。起床了。房东起来了，房东。头好痛啊，头痛。怎么了？我都不知道昨天发生什么。没什么。头好痛。我得去上班了。几点了呀？这么晚了。哎呦，我先回去了，这么晚了。好。我回去了，我怕他回来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那个，等我晚上联系你。好，那我也去上班了。走吧，拜拜。谁一早上就敲门？哎，房东你来了。是我啊。我能进来吗？快进。谢谢。快坐吧。哎，房东怎么今天这么早就来了？那个，我想出去逛逛街，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好啊，那我换一下衣服。我还是要出去等你吗？要不我就在这等你吧。行吧，那我换衣服。那你换吧。好。走呀。你也换好衣服了？我们走吧，不然等会天太晚。好吧，那走吧。我可以牵吗？别牵。上车啦。好。走吧，不然真的太晚。去哪儿啊？好地方，走吧。行吧。好，这就是你带我吃的好吃的呀，房东。你着什么急呀？先吃嘛。好吧，那我再等一等。房东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现在下雨呢，要不我下次再带你去。我们先回去。好。那我们回去啊。我先给他打个电话，你先别说话。好。老公，在家吗？行，好，那我先回去，你先去吧。好，拜拜。怎么了？他有事，他要出去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，走吧。这么激动干嘛？走吧。到了，我们上去吧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你等等我呀。行。先走。
老公还没走吗？对啊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去楼下买点东西，然后你们俩怎么又在一起？不是，正好在楼下刚才碰到了。行，那你先下去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那晚上再说，老公。你快进来，你快。完了，我感觉好像被我老公发现了，怎么办？要不我们那个找个地方坐下商量一下，等会儿怎么说呀？行吧，好吧，那个咱们快走吧。赶紧走吧，商量一下，我烦死了。赶紧的。你别这样，房东。我等一下跟他解释不出来，我怎么办呀？你赶紧给我想想吧。没事，那我们先吃行不行？我还吃啥？我哪吃得下呀？我还是喝点酒吧，我烦死了，压惊算了。房东，你刚刚怎么不吃呢？我没心情吃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回去了。行吧，行吧，那我们走，赶紧走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终于到了。你快走吧，我心情不好。行吧，你去我那儿还是回自己家呀？东西，赶紧走。好吧。哎，有人跟着咱们，好像，快走，快走。谁呀？快走，快走。谁跟着我？谁跟着我？好像是你老公吧？好像又不是，没看清。你怎么办啊？你赶紧走吧，赶紧走，走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怎么办？要不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吧，万一是他呢？行吧，你打一个吧。老公在干嘛？那在上班，那没事了，你忙吧。辛苦了。好。是你老公啊？他在哪儿了？他在上班呢，不是。行吧。那我们先上去吧。还好不是我老公，吓死了。黄总，要不你去我那边坐一会儿吧？好吧，你走呀。行吧，我们回去。进去吧，房东。赶紧过去。坐吧，家里有点乱。没关系，刚刚真的吓死我了。你说会是谁呀？不知道啊，管他谁。谁呀？谁呀？有人敲门。你去开，我不敢。你先藏起来，我去开下门。我女朋友在这吗？没在这儿啊。没在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你进来坐会儿不用吗？不用，走了。行吧。房东，人呢？我在这里。你出来快！我刚刚好像听到我老公声音了。就是你老公。怎么办？我老公是不是发现了呀？你老公好像没发现，他就说来找你。他怎么会来你这里找我呢？不行，我想回去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我说你不是，没事，你坐着。我害怕，我觉得我要回去啊。你别着急，你老公可能还没走远。那怎么办呀？他要在门口也不对。咱俩一起想想办法吧。我怎么办呀？没事。那我到家怎么办呀？我是该出去还是不去啊？要不然我先替你去看一下去吧。你去吧。要是没有，我回来就告诉你。好。没人呢，房东，没人。那要不我们出去吧？我觉得这里不安全。行吧，那咱们出去吧。包没拿。我拿一下包。好，走吧。你快点走吧。房东，你等一下，我换一下衣服。好吧。哎呦我天。你换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吧，那我上来了。上吧。我们走吧，这里太危险了，要不你陪我出去走走。行吧，那咱们快走吧。走吧，我觉得这里真的很危险。走吧。我们去散散心呗。好。到了，我们下车吧。好吧。你走。走呀。我老公。出来说。老公不是你想的这样，老公。别说那么多，我已经跟你好几天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先回家再说。这里人多。不是。没你什么事了。